Hello，各位師兄好。估計好多人間唔中都會劈下酒，食個燒烤。不過加上現場樂隊嘅音樂元素，又會有啲咩體驗呢？今次要去嘅店唔單止食宵夜飲酒，仲有台上歌手演唱，互動氛圍十足。具體有啲咩特色，就要親自體驗一下啦。剛剛同朋友揼完骨出嚟，咁就想揾個地方食個宵夜 hea 一 hea。之前朋友推薦過一間喺湖背新開嘅店，叫做南方民謠燒烤酒館，個名夠晒文青 feel。不過我心裏面諗啦，燒烤就燒烤啦，做乜鬼叫做南方民謠咁高深呢？可能佢喺嗰個南方聯合大廈嘅南邊，咁就所以叫做南方民謠啩。行到嚟門口，個招牌幾撚大個喎，而且發住光，隔住成條街都睇到。不過嗰個門口呢就比較窄啦。嗰個老細係咪中意搞呢啲咁嘅反差萌呢？一入到去，見到成幅牆都係黑膠唱片裝飾，真係有種上世紀90年代 Beyond 嗰種搖滾 feel。旁邊仲有幅達人牆，貼滿晒唔知邊度請翻嚟嗰啲歌手樂隊。然之後入到去，以為會係好老土嗰種懷舊店，實際嗰種燈光氛圍好現代，嗰啲咁嘅七彩射燈轉我頭暈。成間店鋪後生仔後生女多過啲麻甩佬啦。而家台上就有兩個歌手，一個喺度打鼓，一個喺度彈緊吉他，氛圍都幾熱鬧。然後我睇咗下個菜牌，價格同埋菜品同外面燒烤店呢就差唔多啦，提供各種飲料酒水、燒烤肉串以及嗰啲雞煲啊、小龍蝦之類嘅大份配菜。不過呢度有一個特色，就係可以一邊食串燒一邊聽 FM， 算係呢度嘅賣點咯。頭頂掛滿晒孔明燈，然後上面印住啲類似嗰種雲南少數民族嘅圖案，幾有民族風。但係旁邊又有好多嗰種七彩 disco 投射燈喺度轉轉轉，東西合璧得嚟又幾過癮喎。呢間場俾我感覺就好似去咗嗰種迷你音樂節嘅 feel。嗰一個音響系統夠晒勁，但係又唔會嘈到聽唔到偈。呢個平衡點把握得幾好。呢度每晚演唱7粒鐘，嗰啲民謠啊、搖滾或者係現代流行歌曲，乜鬼都有。台上歌手周不時同台下人互動，成場人一齊大合唱。咁講真啦，而家生活壓力好大，隨時開 OT 都係基本嘢。落班之後仲要覆老細嘅消息，講難聽嗰句啦，而家連放屁都要計時啊！所以得閒食個宵夜，真係要揀個好地方。普通嘅燒烤店經常會遇到一個尷尬情況，同台嘅 friend 各自碌 IG， 一邊攞住手機睇，一邊食串燒。哎呀，食完之後仲孤獨過未食。但係呢間南方民謠燒烤酒館呢就唔同啦，台上嘅歌手唔一定話唱得幾好聽幾動人，而係真係用心去唱。其他嘅宵夜店播住嗰啲 CD 音樂同 live band 始終有唔少差別嘅。最正係成個場嘅人都會情不自禁同個音樂擺動起嚟，望一下四周圍嘅氣氛。呢度同普通燒烤店最大分別係咩呢？就係呢度嘅空氣都會跟住跳動，
呢啲咪就係所謂嘅情緒價值咯。一杯酒落肚，一首歌入耳，日頭返工嗰啲乜撚政治鬥爭、業績壓力，全部都可以暫時放低。台上唱歌嗰條友都有話：我們不是歌手，我們只是情緒嘅搬運工。講得呢就真係冇錯喎。見到台下熱鬧嘅氛圍，仲周不時一齊大合唱，就知道音樂同酒精嘅魅力有幾大啦。所以話想搵個地方 hea 一 hea， 食個宵夜，與其去嗰啲咁嘅普通燒烤店齋食，咁不如嚟呢度好食又好玩。正所謂快樂唔係奢侈品，而係必需品。一杯酒，一首歌，一班 friend， 咁就夠晒啦。哎呀，日頭嗰啲乜鬼壓力，聽日再算啦。咁總嘅嚟講呢，南方民謠係一間適合後生仔、後生女去嘅熱鬧酒館，嘢飲嘢食方面都算 OK， 主打嘅係氛圍、情緒價值，特別係中意音樂嘅師兄一定會啱 key， 所以嚟呢度帶咗幾個 friend 一齊去，先至夠過癮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係兩三條友食個宵夜，只係想靜靜傾心事，呢度可能就唔多啱啦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期再見。